媒体报道，卫福部技术组党家用的流感快筛一直延前审检停书，事后是澄清讲，并无限制业者申请，若有人申请会赶紧来办理。最近流感疫情要过的关卡，病院一直传出急诊塞车的状况，也造成医疗资源面临重大压力。有媒体报道，有界人士呼吁开放邮局卖加强流感病毒快筛试剂，不过卫福部煞迟迟无要开放。有界人士指出，美国、日本、香港等地流感快筛早就合法在卖，今年姚大厂提出申请家用新冠流感结合器快筛试剂查验登记，不过煞放射检验证书一直拖延，对病人权益真不利。小数日前发布新闻稿澄清，唔要限制业者提出家用流感病毒快筛试剂查验登记申请，对相关的案件审查拢是快速办理，个审慎把关。食药署有参考国际审查规范，在110年公告流感病毒抗原快筛试剂的检测系统技术基准，以及家用体外诊断医疗器材查验登记的须知，可提供业者作为研发家用流感病毒快筛试剂查验登记资料准备的参考。食药署指出，去年受理一件家用新冠流感结合器快筛试剂查验登记。因为资料产品性能无符合技术基准，无法度允准登记。目前无业者提出家用流感病毒快筛试剂查验登记申请。另外，食药署核准的15张流感病毒抗原快筛试剂许可证，其中2张是新冠流感结合器快筛试剂许可证，拢是专业人员的使用。目前也未核准家用流感病毒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